各位投資者，喺全球能源市場嘅核心，有一隻港股正發出極度耀眼嘅信號，佢就係0857HK 中國石油。你知唔知佢嘅市盈率低至8.44，市淨率僅僅0.85，仲有高達6.34%嘅誘人股息率？呢個價值巨頭加上超高股息嘅雙重信號，係咪預示住中國石油將會係你尋找嘅下一隻能源金礦？今日，我哋一齊揭示中國石油喺全球油氣領域嘅真正潛力。中國石油，呢個能源巨頭，唔單止係全球最大嘅油氣公司之一，佢嘅業務更係涵蓋晒成個產業鏈，從勘探、開採、煉油到銷售，無所不包。擁有超過1.98萬億港元嘅市值，佢係穩定中國能源供應嘅關鍵力量，喺國際舞台上亦舉足輕重，係投資者不能忽視嘅重要板塊。講到投資機會，中國石油嘅估值真係非常吸引，佢嘅市盈率只有8.44倍，市淨率更係低至0.85倍，遠低於同業平均。最令人驚喜嘅係，佢仲提供高達6.34%嘅股息率。對於追求穩定回報同現金流嘅投資者嚟講，呢無疑係一個非常誘人嘅選擇。更值得關注嘅係，從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M 嚟睇，中國石油嘅實際年化回報高達0.34，遠遠超出市場預期嘅0.18。呢個數據清楚顯示，佢過去嘅表現遠超大市，證明咗呢間公司喺創造股東價值方面有強勁嘅實力，為投資者帶嚟超出預期嘅回報。喺財務健康方面，中國石油亦展現出穩健嘅態勢，佢嘅債務股本比持續下降，由0.33降至0.21，顯示負債水平不斷優化。同時，佢嘅 EBITDA 同比增長率達到0.07，淨利潤增長率亦有0.05，EBITDA 利潤率更係穩步提升，反映公司經營效率同盈利能力持續增強。更重要嘅係，中國石油作為大宗商品行業嘅龍頭，正受惠於整體商品市場嘅強勁趨勢。睇下金價同銀價，喺過去一年都呈現顯著嘅上升趨勢，金價從263美元升至414美元，銀價更係從28美元飆升到72美元。呢種大宗商品嘅牛市氣氛，無疑會對原油價格產生積極影響，為中國石油帶嚟進一步增長嘅空間。深入分析，中國石油喺過去一年嘅表現令人鼓舞。佢喺365日內，相較於整個能源板塊，實現咗0.33嘅顯著跑贏大市。同時，佢同恒生指數嘅價格走勢有高達0.81嘅強烈正相關性。呢反映咗公司不僅喺行業內保持領先，亦能有效地捕捉整體市場嘅上漲動能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